咱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充满尊严，我的上帝，伫圣主日，阮来到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阮要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向你开嘴。阮一方面学了你，一方面要谈着主你恩典的滋味。主，今仔日的礼拜真做一个，阮的心灵得到调调，阮的心得到充满，阮的灵得到上着你圣神的扶持，阮会当大大得到圣神所带伫阮内底迄种的尊贵的态度，以及属灵的开力。求天父上帝降落阮所有的阮的同工伫今仔日圣歌队所吟的诗歌内底，会通造就人，会通鼓励人，会通安慰人，才互敬拜赞美，会通真做一个拍开人心灵的锁匙，会通摸着人的心。也求天父上帝今仔日的聚会同工所宣读的圣经，会通进入人的心内，互人得到帮助。阮将今仔日的敬拜，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愿主你甲阮萨甲地地，祈祷我佢所有圣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你甲你边的人讲，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你敢有确信上帝是遐尼的听咱？有吗？有吧？嘿，咱做伙用咱的歌声来学乐咱的上帝，因为咱的主是遐尼的听咱，伊的主爱永远伫地，伊的信是到万世代。咱做伙来唱，永远如此深爱主。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或苦或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美的宝血，美的宝血为我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
是加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耶稣，你永远深爱着我，何等长阔，何等高深，天离地多高，你爱多浩大，无法测透，永远无尽头。我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与你爱隔绝。主耶稣，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是加上钉痕的手，它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将我与你爱隔绝。这刷后一条咱来唱，我要看见你。你互阮看见你的荣耀，伫这个所在。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赐名的敬拜中，求你显出荣耀，在你赐名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啊，求你亲自降临伫这个所在，降临伫咱的教会，降临伫咱的家庭，降临伫咱的单元，互阮伫遮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满满的稳定。求你降下同在，在你赐名
百种，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然后求你的名，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使我们的安息在你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阿们。再说最后一首，来唱我们呼求。咱用这首歌交做咱回敬的祈祷。咱作为安静心，向咱的主来呼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全力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丰盛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那巴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测的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
主，我当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传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爱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这个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这个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这地，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阿们。请咱安静心，准备来礼拜。
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神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这是来吟圣诗382首，那咱大家来吟诗，请起立吟全首。徛伫，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和因父。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伊要以下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
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命。阿门。请坐。三角来启用，启用文18篇，诗篇90篇。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这个山也未收出，地到世界你也未做成。你永远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互人归途，讲，恁世间人就活倒转，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搁亲像民间的一天。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因亲像困一醒，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闲时受刮就孤单，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搁阮伫你的发生来惊赢。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将阮温麻的歹摆伫你的面的光明中。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的年岁亲像土一个开，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永壮，通到8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你经过，阮就过去。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耶和华要到一时呢？求你倒转，为着你的劳苦来回心，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互阮一世使人欢喜快乐。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互阮欢喜。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你的阳光对因的子孙显明。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是咱来吟圣诗274首。274首，求主施大恩，请坐着吟全首。
咱同心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我满心敬畏来到你的圣殿，献上感谢甲敬拜。求主降临伫阮中间，洁净阮的心，除去一切的杂念甲重担，互阮用清气的心、诚实的灵来敬拜你。天父，阮知阮一生的光阴拢伫你的手中，虽然阮毋知将来的事要如何，但阮知主掌管将来。你的确引带阮头前的路，赐阮智慧的心，把握时间，珍惜你所想事的每一天，互阮的生命活出你的款式，荣耀你的名。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求。赞美，请圣歌队。
享受上帝的话，记载旧约圣经传道书第3章1节、2节、到11节。传道书一节，第3章第1节，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拔出所栽种的时。11节，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去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5章1节到13节。马太福音25章1节，迄时天国要比拼10个在小女。举伊的鼎出去赢子生囝赛，其中5个知识的，5个举因的鼎，无另外带油；独知识的举因的鼎，另外带油，伫因的器躯内。第5节，生囝赛宴前，就拢拄甲坐伫困，半暝有大声叫讲。生囝赛来啦，恁出来接伊。迄时，遮个十小女拢起来收整因的鼎。5个甲知识的讲：请将恁的油分阮，因为阮的鼎要花啦。知识的应讲：惊了恁我拢无够，较好去对卖的人家己买。去的时，生囝赛到。才会变的甲伊入婚姻的宴道，门就关。然后其余的十小女也来讲：主啊，主啊，甲阮开！若是伊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毋捌恁，所以着张持，因为恁毋知迄个日、迄个时，讲到。天父知我一生的光阴，请庄牧师。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的功课，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是一世人的功课。一个家庭内当3代做伙做礼拜，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手结顶落安女，到启信，今仔日的演传所阁有立新借座借位，甲阿母母陈。一个家庭会当坐做伙做礼拜，3代伫今仔日个时代，实在是足大的恩典。真侪时阵拢老人家己咧做礼拜，囡仔老人少年人毋知走去倒去。但今仔真欢喜，有看到演传所。甲母陈、阿母，阁有借座借位立新来教会做伙做礼拜。兄弟姊妹咧，一个家庭、一个教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年龄断层，应该是所有的大大小小有机会，带做伙做礼拜。今仔日台湾8个人中间有1个人到年老，家己一个人徛起。今仔日个台湾的独居老人已经有100万以上的户数。兄弟姊妹，咱年纪咧加添，你敢有准备要迎接你的最后的做一里路伫你年中的时？你敢有甲你的囡仔讲？我知我一生的光阴，对少年我就知影安怎做少年囡仔，后来到成年，我就知影安怎伫社会甲人。换暖，甲人做伙工作，一直到年老，我嘛知影，我要怎样才做一个雍容华贵、既阳光尊贵、亲像香醇的美酒。像这你若捌听过人啉酒的人咧讲起，这款 brand 吼是 XO 的 ，XO 的就是讲伊特别老啦，有年份的酒。
越来越相存。愿天顶的上帝祝福咱在座的士大人长辈，愿恁的人生是哪来哪甘甜。也愿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礼拜是阿公讲互囡仔听，爸爸讲互查某囝听。咱是一间做伙做礼拜的教会。咱甲主祷讲，主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通算效家己的年日。今仔日个礼拜，牧师用传道书第3章11节来送互咱第一句，伊讲：愿主你的阳光伫我的顶面，愿主你的阳光伫我的顶面。这是一个极大的祈祷，愿天父上帝互咱生死，咱拢领受上帝的恩典。新约的圣经今仔日咧讲起两种人，一种戆人，一种有智慧的人。兄弟姊妹，你问你的心，问你家己，你是巧巧人，还是戆人？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启，互咱的目睭开，互咱的心门开，互咱的耳孔开，互咱的智慧嘛开。上帝赏赐伊的智慧，甲咱撒甲伫地。咱为了今仔日要听这个圣经的话，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主求你赏赐圣神以及智慧的灵伫我的心内，互我深知我一生的光阴。什么时阵做什么种的代志？主求你互我有判断的能力，伫什么时阵就扮演什么种的角色，伫什么种的日子，你就赏赐我什么种的力量。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主记今仔日的礼拜，你祝福伫家庭中间有3代4代带做伙的兄弟姊妹。主嘛求你祝福这间教会，互这间教会是一个没有年龄断层，是一个老人甲囡仔做伙做礼拜，是一个健康的人甲无健康的人做伙做礼拜，是一个初信的人甲几代的基督徒做伙做礼拜的教会，来表明上帝你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嘛永远伫地。主求你通过今仔日的圣经对阮讲话，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人生中间，拢得到聪明甲智慧，佮有得到圣神，通敬畏上帝。愿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求上帝你的圣神对阮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传道书第3章，兄弟姊妹，今仔对你定心3章总读，因为牧师只有读1节、2节、甲1节、2节甲这个11节，安尼无够。因为基本上传道书是圣经内底咧讲智慧的一本册。伊讲凡事拢伊的时甲伊的期，生有死，生有时，死有时。有迄个四季的循环，有伊的节期，有伊的时间。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知影讲伫少年的时阵，咱着做啥物种的代志。天父我知一生的光阴，伫咱今仔日的祈祷文就是用这首的圣诗368首。等一下咱做吟圣诗的时阵，特别而且一定爱到最后就唱到尾爱讲阿门呐。因为这条圣诗就是咱的祈祷的时光。巧巧人知影什么时阵做什么种的代志。我拄入喜乐堡医院伫董事会中间，甲遮的士大长辈的老一辈的董事做伙伫遐咧开会时，我对因学着足济这个长辈的智慧。其中有一个董事，伊的名叫做杨太平，伊就是溪湖教会的老长老。伫开会中间，伊忽然讲一句话，伊讲巧巧人办生正生，办大正大。你听有这句话无？演歌戏办小生就亲像真正演起来就亲像小生安尼飘撇，办大呢，就是迄个小丑，就亲像小丑。老一辈的话，一概尔开会咱听过，我就知影，巧巧人就是知影什么时阵讲什么话。你若要讲话时，你爱看迄个场合，唔通讲迄个不好笑的笑话。所以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用今仔日的圣经，这个主题，今仔日的礼拜的主题，做你的祈祷，讲天父帮助我，知一生的光阴，互我知影安怎做少年囡仔，
互我知影安怎。人讲少年的时阵，若无疯狂，就枉少年，有无？少年人真够假笑啦，吼！伊爱做，无紧无气，伊就去做。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礼拜，互咱亲像即对的阿公阿嬷，因到年老的时阵，因知影怎样过因年老的生活。今仔即个圣经，互咱有心中的智慧。今仔圣经毋是干那讲互老人听，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毋是。老的时阵，会当亲像一瓶美酒，这是我的祈祷。我甲上帝祷讲，祝福我愈老，愈会通互我身边的少年人感觉讲，我想要亲近即个阿公。互咱愈老的时阵，咱的囡仔愈想要甲咱做伙，互咱加做一罐真香醇的美酒，会当送我的囡仔做一生的记忆。恁捌听悠悠即个结婚、迄个婚前的礼拜、家庭礼拜，恁有来无？恁有听到牧师甲悠悠准备啥物礼物？恁会记袂？一生悬命，迄一罐日本的清酒，迄罐的清酒的名真正叫做一生悬命。咧讲即个日本的店面的时阵，忽然看到有遮尔好听的名，就马上就想着讲，我有个查某囝，我要甲买2罐酒，因为因的婚姻要一世人的久。我嘛要准备一罐酒送互我的悠悠甲悠悠，就是我一生到年老，要真侪因的拖累。我盼望我一生无真侪悠悠因的一种的负担。兄弟姊妹，亲人永远袂真侪负担，恁同意吗？咱的时代人无真做咱的负担，囡仔的成长嘛毋是咱的负担，迄是一个甜蜜的负担。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上帝祝福咱的一生。圣经第一句安尼讲：天下万般拢有伊的期，万项事拢有伊的时。这2个字伫圣经中间，希伯来语讲到2个时间的观念。第一个观念，英语改翻做 season， 就是四季啦、季节。什么种的节期，迄个期啦，佮有伊咧讲起凡事拢有伊的时。伊的希伯来语叫做 eight， 或英语甲翻做 time， 都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的时间。犹太人的时间的观念是有质量的，不是长短，所以不是人讲活长会修就好。犹太人的时间的观念是一个有质量、相存的美酒，有质量的。我无论长短，伊是。毋是用长底来量，是用伊活了有漂泊无，活了有精彩无，活了有价值无。所以兄弟姊妹，互一个囡仔有一个时间的观念，是一个真要紧伊存在的智慧。一个袂晓去把握时间，袂晓算数家己的年日，毋知影时间什么时、什么季节，这种的人，伊一生中间过一日算一日。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每一摆来做礼拜，拢听到一句影响咱一生的话。咱每一摆来做礼拜时，拢听到一句圣神的感动，对咱的人生中间会智慧开，做一个决定。今日这个决定就是甲咱的人生甲上帝讨，祝福我知影我一生，互我知影我一生要做什么。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日这个礼拜。互咱知影算数家己的年日，有智慧的心。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将伊的话写伫咱的心内。今仔圣经第2句，伊讲生有时，死有时，确实是安尼。咱的出世，咱的一生，拢毋是咱选择的。无人选择伊要当时出世来到这个世间，因为爸爸妈妈甲伊决定，上帝甲伊决定。嘛无人选择要家己什么时阵要结束。有一种人，有当时生不如死。所以，伊会感觉讲，我咧足痛苦。求主怜悯帮助咱，互咱一生中间生也欢喜，死也快乐。什么人讲这句？保罗。保罗讲：我生真欢喜，因为我为耶稣基督来活；我死极好无比，因为迄是甲我的主耶稣，都去甲我的主耶稣斗阵。所以讲这句话的时阵。伊讲：当我死的时候，好得无比。兄弟姊妹，
这是一种的享受上帝的疼，伫一生到永远，一生到永远。基督徒虽然有肉体死，但是永远的灵魂要互咱永远活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咱来想咱的一生的过程，莫到年老才后悔讲，我的一生实在一无所成。到年老的时候才后悔讲，我少年的时候捌一届恋爱真甘甜，可惜我迄届无娶迄个查某囡仔做我的太太。真侪人到年老的时候又怨叹讲，我过去有甚物种我无认真去做的代志。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到咱一生的路尾，也有机会，趁机会把握去做，伫咱一生中间所期待，上帝感动咱梦想所要做的代志。有一日，等咱目睭要开顺，咱甲咱的囡仔讲：我无怨无悔，我的一生到遐。我是遮尔平凡的人，我会当有这种的人生的境遇，对我来讲已经是太满足啊！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甲上帝讨，互咱有精彩的人生，毋是甲别人比。伫上帝面前，你感觉讲，我对少年到年老，我真正是天公仔囝。上帝，你伫我逐个阶段顶悬，做你为着我人生陪伴。祝你福气，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家庭，有好的亲情，大长辈甲囡仔，拢有切不断、割不断的迄种的疼，伫恁的一生中间，直到年老，咱真做有尊严的长辈。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会记得用这句第一句，11节的 A， 上帝做万物。你爱家解释讲，上帝创造我，照伊的时诚做美妙。换一句话，上帝创造我伫人生的中间，我要安怎？要享受上帝奇妙的计划甲伊的安排，不是游戏人生，是享受人生。求天父上帝，互咱对少年到年老，今仔日咱回头一看，拢有故事。不但有故事。伫咧故事中间都不是偶然，上帝以量身定做，伊伫咱的一生中间所安排。佮落伊讲这句话足重要，伊讲上帝将永恒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内，这是中文的翻译。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所以人的智慧是啥物人互咱的？上帝互咱。上帝不但有互咱智慧。今仔日所罗门伫伊的传道书第3章11节，伊讲：上帝将永恒的观念、永远的观念，放伫咱的内心，是一个可长可久的生命。对少年的时阵，你就问讲：我将来要食什么种的头路？你读册的时阵，你就咧甲你的兴趣，你伫你的兴趣甲你的喜爱中间，你咧选择什么种的科学，什么种的学科？会当食做你一生享受的一个研究的一条路。你若是一个听你的囡仔的爸爸妈妈，你袂通对你的囡仔做决定，但是你会当带你的囡仔来到上帝面前，陪伊甲上帝参详。做父母虽然咱饲咱的囡仔，但是咱无权利决定咱的囡仔伫上帝手中食做什么种的人。但是真侪父母是伊说了算。所以替囡仔决定讲伊爱安怎。兄弟姊妹，我毋是批评这种的爸爸妈妈，但是愿天父上帝，互咱会当食做一个传承上帝的计划、传承上帝的智慧的人。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这2段的经文，应该会当甲一个老阿公的祈祷。诗篇90篇就是摩西的祈祷。照讲，伊应该是真老的事。摩西5经，包括诗篇放伫后来，因为后代人，摩西应该是超过80岁以后才写这篇祈祷文。摩西一生都分3个阶段，40。你若了解摩西40岁进前是伫王宫伫法老王的身边，受皇宫的上好的养育的环境。
但是后来因为伊为着一个民族的认同，为着正义感，伊保护伊的同胞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后来不得不，就爱逃离开王宫，保全性命。伫旷野40年，直到80岁。我想一个人若伫旷野40年遐尔长的时间，伊一定安那自我放弃啊！已经感觉讲，我一生活即种40年，伫即种也无水也无树木，即种鸟不生蛋的所在，那我安尼我一生有啥物路用？无拍算。上帝互摩西到80岁，伊的人生拄拄开始，所以难怪伊会讲啥物？人的一生是70，永总通到80。其中所夸口的是啥物？敢讲干那伫迄个旷野过洋的40年，迄种的人生嘛？其实毋是。摩西所讲的，上帝我手所做的工，你各受益，愿你的美妙踮伫我的顶面。其实伊是咧回顾讲，上帝创造真奇妙，毋是伊经上帝，是上帝经伊。愿天父上帝将即句摩西的祈祷变做咱的祈祷。如果恁若会记得，恁伫生日的时来头前牧师甲恁祈祷时，牧师逐摆拢会讲着即句：求主赏赐智慧，互我当算数家己的年日。伫每一摆生日的时阵，咱应该甲上帝祷告，在新的一个年，主你的智慧，互我算家己的年日。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诚侪有智慧，会晓安排，会晓算数，会晓担着稳定的慈悲。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智慧的心放伫咱中间，互咱诚侪有智慧的爸爸妈妈，互咱诚侪有智慧的阿公阿嬷，有成熟的活命。亲像牧师为家己祈祷讲，主互我亲像一罐放伫橡木桶内底的，无论是威士忌还是白兰地，伊放愈久啊呐，愈好啉其实毋是好啉啦，会愈清芳。人的生命是安尼，愈老练的时阵，会互人看到迄个智慧，随口脱口而出所讲的话，会互囡仔得到帮助。就亲像我甲恁分享讲，伫士乐保院开当事会时阵，迄个时阵杨太平长老，有一个长老叫做周新斌长老。周新斌长老就是和平教会的眼科医生个老长老，因拢是一个真受教会尊敬的老一辈。兄弟姊妹，咱的生命内底若有一个真有信仰、真有智慧的士大人，咱的一生获益无穷。也愿上帝祝福咱，对今仔开始准备，诚对咱的囡仔祝福，直到囡仔一生的路尾。所以，求上帝互我明白你的时间。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是明白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所安排的时间点。上帝为着你每一个阶段，为着我每一个阶段，为着咱每一个阶段，上帝拢有伊真特别的安排。兄弟，爱相信。这毋是假，所以所罗门才讲：生有时，死有时，凡事有伊的时，凡事有伊的期。愿上帝帮助咱伫咱的一生中间，每一个坎站，做每一坎站的工课。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的一生中间享受上帝伊真特别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来到新约有一个足特别的字。伊讲天国近了，恁会记无？所有福音书拢讲，上帝的国已经临到，紧啊！恁着警醒，恁着先求上帝的国甲伊的义。上帝的时，伫圣经新约叫做 Kairos， 这个字就亲像埃及的首都叫做开罗，但是 Kair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真特别的关键时间。伊的字的意思是安尼。人伫一生中间有一个真特别的关键的时间，你若把握掉，你就掠掉迄个机会；你若把握无掉，机会错过，门就关起来。咱用上帝时间来读今仔这书会，来回顾今仔书会所带咱读的迄个故事，叫做10个在色女，因要去做陪娶，就是有喜事要开始。已经
新郎出去去迎接伊的新娘。啊，伊佫倒来了后，伊若倒来到伫厝里，就要开始有喜宴。这个故事是咧讲安尼。所以为着这个陪出来中间，这个厝内准备10个这个真古水的囡仔，或者10个古囡仔，伫新郎甲新娘倒来的时阵，伊会当用灯，互有气氛，互因倒来。伫暗头有光通倒来。这个故事咧讲起有10个囡仔，但是10个囡仔中间有5个是戆的，有5个是聪明的。恁会记这拄则书记长老咧读的时阵。伊讲到聪明的、有智慧的，伊安啊，伊除了早迄个灯笼以外，伊阁要带一个油盘油盘一个管底油，因为知油灯是点袂了的，若拖久了有当时会无油，所以伊会准备油，有5个有准备，有5个无准备。这个故事咧讲起咱的一生，亲像生涯规划共款，伫人的一生中间，啥物事？你若有认真、认真做准备，时间机会若到，你就有机会。所以新郎来的时阵，迄个灯光的遐个时代长辈就甲讲：好，紧来对新郎先入去，做伙入去，然后门就关起来。迄5个无准备无好势的查某囡仔，因去柑仔店买油，佫倒来，门已经关起来，敲。甲阮开门，耶稣讲门无甲伊拍开，这敢是真真正的故事吗？兄弟姊妹，其实这是咧讲起上帝赏赐人有一种神圣的恩赐、神圣的机会，有准备的人就得到。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得到这种的祝福。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有一种敏感、敏锐的心。对你的生活有敏感，你会敏感讲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你看到什么代志，你感觉讲我应该爱讲什么话，我无应该讲什么话，我应该爱讲 yes， 还是爱讲 no。人伫一生的中间，真侪时阵，上帝时间若到，有圣心、有敬畏上帝的人，有圣心伫内心的人，常常有一个真正确跟敏感的第六感。伊会知影讲，甲上帝讲，主，我愿意。但是有真侪人随随便便，真侪机会擦身而过，但是无一定，你会当享受到上帝当时甲你安排的事。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领受圣神。无偌久，圣灵降临节要到。对今仔日到后圣灵降临节5月，咱有一段时间，你为着你的智慧，为着你的生命，你甲上帝讨讲，我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圣神进入我的心，互我对上帝你的时间，对上帝你的计划，对我的生命有一个敏感、正确的智慧，通做好我人生应该做的准备。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哋。耶稣所讲，期已经满，上帝国已经近，恁着悔改，爱信福音。兄弟姊妹，伫这个所在，牧师甲咱讲，耶稣咧讲的这个日期已经满。这句话记伫马太福音的第1章一开始就讲到天国近啊。所以4本的福音书拢讲，耶稣遍行加利利，传上帝国的福音。上帝国的福音是啥物意思？就是上帝若降临伫一个人的生命中，上帝若降临伫人的心内，上帝若降临伫一个家庭，上帝若降临伫一个教会，迄个教会就要享受上帝充满各种的能力、平安喜乐。上帝国是这个意思。上帝国毋是死了后上天堂安尼尔。上帝国真正的意思就是讲，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此生此世此时此刻，这个时阵，上帝伊的圣神所带来，所有天国的遐福气，拢对今仔日开始。愿天父上帝，咱真侪有智慧的囡仔，敏感着上帝伊的计划，甲伊所带领的时间，求天父上帝甲咱相加伫地。今仔日的题目是咱回应上讲，
主，我知我少年的时阵，你捌对我讲话，我今仔日才真正清楚知影讲，上帝伫我每一个阶段，上帝你拢有对我讲话。你有互我有邀请，你互我有引带，你嘛有互我有鼓励。兄弟姊妹，愿即种的经历嘛是你的经历，愿上帝互即种的经历嘛真做恁的囡仔的经历，互咱知影天父我在一生的供应。这句圣诗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知天命。古早人一个足出名的老师叫做孔夫子，伊就讲知天命，知影人一生的命要安怎知影？这是一个功课。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知影耶稣所讲上帝的时间 Kairos， 啥物人会知？保罗讲，若有上帝的圣神踮伫你的心内。哥林多前书2章，伊讲若有上帝的圣神，是上帝的神，毋是即世间的神。即个神啊，踮伫你的内底，你就要知人的事，你嘛要知上帝的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的心火热，上帝将即种的圣神的火热，放互咱，放伫咱的心中。所以今仔牧师要甲咱做3个祈祷，第3个祈祷。第一，咱甲上帝讨生命的智慧，求天父上帝，互咱有生命的智慧，会当算照家己的日子，亲像诗篇90篇，摩西伊甲上帝讨讲，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会晓算照。算照的意思就是管理啦，算照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投资啦。啊，这有了解吗？会晓算照家己的日子的人，就是讲，我要知影将我后世人的时间投资伫上帝的手中。算照这个字叫做玛纳，真正叫做玛纳。哦，亲像圣经讲咧，伫旷野咧食迄个玛纳，共音无共字。会晓将你的生命投资伫一个安那，真正正确的价值的顶悬。求天父上帝赏赐咱智慧的心，这是牧师要邀请你为你的人生祈祷。啊，你甲牧师讲，牧师我年纪已经大，我较无即个需要。哦，我著过一日算一日就好啊，因为我已经咧算日啦。你毋免教我算日，我已经咧算日啦。人到一个岁，兄弟姊妹，我到马喜乐阿嬷的日差不多。马喜乐阿嬷写伊的遗嘱是73岁，我将近要73岁。阿嬷应该毋是73岁写遗嘱啦，哦，伊应该伫73岁之前，伊就开始感受讲，伊孤单一个美国人住伫台湾，啊，无亲无我，啊，伊若万一若困去要安怎？所以就写一张批，哦，73岁。啊，最后要结束之前，伊要讲阿免的时，伊甲上帝讲：我将我所存的日，拢交伫你的手中。这张批伊写了后，上帝阁予伊20年。一个人若要算20年，都要慢慢啊算，慢慢啊算。我甲上帝讲：阿嬷有诶，我嘛要有。兄弟姊妹，恁爱甲上帝讨讲：阿嬷有诶，我嘛要有；摩西有诶，我嘛要有。保罗有诶，我嘛要有。今仔日所有诶，伫你手中过幸福日子诶，所有基督徒，咱拢有，咱拢有。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互咱等一个唱圣诗时啊大声唱，啊然后阿门啊较大声咧。哦，主求你教我知一生诶供应，互我伫一生中间知影安怎做，万米拢有伊诶神。上帝，我诶一生嘛有我诶神。所以到这个阶段，我应该做这个阶段的代志，兄弟姊妹，甚至伫后一个阶段还未来之前，你都要想好啊，听候后一个阶段来的代志。我做传道书的时阵去参加一个训练会，迄个训练会，伊就是讲到这句话，伊讲等你后下一个阶段的来之前，你都要想讲你下一个阶段能做什么，这就亲像人咧冲浪啊。冲浪的人，伊对海岸吼，用迄个冲浪板，啊慢慢啊爬游出去到外口。伫迄个外口咧等啥物？伊坐伫迄个海浪的顶悬，伊咧等一个足大的鹰。伊若看到一个真水的鹰来时，伊就紧来徛起来，啊然后互迄个鹰安尼甲杀，
所以冲浪的人拢咧找迄个海浪。啊，这个老师甲阮讲一个故事，伊讲人的人生像着咧爬山，英语叫做 life cycle。life cycle 就是讲，你是一个红鞋啊，对这个上低的所在，然后你到中年的时阵，你会排到你的人生的巅峰。但是到你巅峰的时阵，最后你会安怎？你会慢慢走下坡，是毋是？恁敢有同意这种的讲法？这是一种的人生的 life cycle。人有生有死，生有死，死有死。但是这个老师伊所讲的一个提醒，互我足大的帮助。伊讲，当你还未到巅峰进前，你都要想讲，等你站在这一个最高峰的时候，你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爬另外一个 life cycle？ 有意思无？兄弟姊妹，咱爱教咱的囡仔，伫每一个阶段，拢咧听候后一个阶段的可能性，所以永远有伊的可能性。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咱一生的光阴。我讲一个小故事，大概十几年前，伫开会迄个阶段，牧师较接触你开会迄个阶段，有一摆伫飞机顶看到这出电影。这出电影伊的名叫做《满头都是蜂蜜》。一个12岁的查某孙仔，甲因阿公问讲：“阿公，你即摆头壳内底的感觉安怎？老人的感觉安怎？”伊甲伊问阿公讲：“阿公，你感觉你的头壳内感觉怎么样？”伊的阿公是阿兹海默症的人，安尼目睭微微安尼，想想伊讲：“我即摆头壳高黏，想也想袂清楚，讲也讲袂清楚，就亲像蜂蜜。”这出电影，互我原来看原来哭，因为描写一个足感动人的一个阿公，伊到年老的时阵，等伊拄着阿兹海默症，全家鸡飞狗跳。迄是一个咱讲的中上阶级的一个德国的家庭，因的描写。伊后生足优秀，也有好的经济，嘛娶到一个真好的新妇，大家住做伙。但这阿公到迄个年纪得阿兹海默症，半暝有当时出来是要啉茶，来到灶骹，冰箱拍开想要啉一个果汁的时候，煞想着要放尿，伊就对迄个冰箱就甲尿。到天光起来，伊的新妇看到讲，规冰箱内底较拢淡。是要受气，是要安怎？伫咧中间，规个家庭乱吵吵。这个天使12岁孙仔问阿公，这个阿公伊讲我头壳虽然黏，讲也讲袂清楚，但是满头蜂蜜的意思是，伊其实有足侪回忆是足甜蜜。阿公甲伊讲，我伫威尼斯熟悉你阿嬷，阮伫遐恋爱，阮有一寡遐恋爱故事。伊的孙仔自作主张，阿公伫厝里若是遮个惹麻烦，无我带阿公离家出走，伊就摕因爸爸的互伊的迄个信用卡真正就带因阿公一路就往迄个威尼斯去，要带阿公去最后就地重游，去怀念伊的阿嬷。这个故事是咧讲起一个人什么阶段做什么种的代志，这毋是故事。这是人伫人生中间所想出来，生甲死过程中间一个真尊严咱的经历。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上帝将伊甘甜的恩典，亲像蜂蜜，放伫咱的一生，甚至到咱一生可能，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拢无阿兹海默症上帝，兄弟姊妹，咱会怎甲上帝讨？互我一生无慢性病。互我一生到年老，主啊，若会当，互我暗时倒伫眠床顶，时间若到，你就互我困去安尼。你会问讲，牧师敢会使安尼祈祷？较袂使。这敢毋是迄人台湾人讲一句古话，足粗鲁话，讲做好死啊！兄弟姊妹，这无简单呐。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无紧无气，互上帝互咱知影咱一生的光阴，生有时，死有时，工作有时，休困有时。愿咱伫上帝面前有智慧，咱知影咱的一生要做甚物。第二，为咱的生命祈祷，
牧师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为着你人生才做一个成熟的人祈祷。牧师拄则有讲一个我的感觉，我甲上帝讨讲，互我的人生到最后年老，亲像留互我的囡仔一罐比 XO 更较 XO 的，毋是 XO 酱迄种的干贝即个拌面酱，毋是。互咱的生命是一本相存的。摩西的祈祷，主帮助我。用你的阳光遮看我，主用你的阳光遮看我。愿我手所做的工，你各受益，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一生知影，甲上帝讨。我一生是永总是70，一生是70，永总通到80。那安尼，我70岁到80岁，我会当做什么？这嘛是牧师的功课，这实在是牧师的功课。我少年的时从来无去想遮个代志，敢若想今仔日想到目睭前。但是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互咱会晓算数家己的年日，也愿天父上帝将属灵的智慧，就是圣神的同在，放伫咱的内心。愿即句话将对你的帮助，你会当安尼祈祷。主愿你的美妙踮伫我的顶面，主愿你的美妙。愿你的阳光，愿你面的光照我，用你欢喜的面来看我。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互咱有一个生命的祈祷，咱对摩西的祈祷变做咱的祈祷。摩西伊到晚年有一个足精彩的40年。摩西有一个足精彩的40年，虽然真拖磨，虽然真精进，但是摩西。就是迄个冲浪，伊的 life cycle， 伊最后无才做安尼。伊伫伊的山峰上，伫伊最后120岁时阵，上帝甲伊接起来。无人知影伊待伫什么所在。摩西一生是一个真传奇、真优雅、尊荣。这是牧师伫今仔日咧准备这个分享的时，为咱的祈祷。求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的这个长辈时代。伫恁的生命中间有互少年人欢喜亲近的荣耀，伫恁的生命中间有互恁的囡仔值得尊敬的恁的生命的智慧。求天父上帝加添互咱的晚年拢亲像一罐香醇的美酒。也这虽然咱较少啉酒，虽然咱可能袂晓啉酒，但是恁会当为着看你的心伫你的心头讲，祝福我的生命。相存无比，祝福我生命相存无比。愿天父上帝听牧师的祈祷嘛，听恁的祈祷。好得无比的生命伫咱的生命中。最后第3项，我要甲咱讲今仔日的圣经新约这10个在色路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大的价值就是咧讲起，人爱为着头前的要发生的代志来做准备。因为上帝要带咱到伫一个真神圣的生命的飨宴，今仔日咧用喜宴，办喜事的时阵喜宴。今仔日的故事咧讲的一个最高潮，就是新郎新娘倒来大家欢头喜面。犹太人伊咧办喜事爱7日，原来跳舞，原来唱歌，原来啉酒，跳7日，亲像咱的原住民的丰年祭，上无3暝3日。不醉不归，是一个极其欢喜的时间。兄弟姊妹，上帝耶稣讲这个故事，真侪人咱较少咧提起来重新讲。但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讲，当上帝为着咱准备人生中间一个真神圣的生命的飨宴。甲所今仔日若是赖清德寄一张邀请卡互你，讲请你来总统府。来参加这个国宴，你会感觉足光荣无？你一定品格甲你厝边讲你可能去做一束新的西装还是讲去买一个山寨什么寨三寨一身还是4寨一身兄弟姊妹，咱若有这种的喜宴，咱拢会打扮了真有体面。今仔故事其实咧讲一个。这是一个生涯规划的故事。伊了讲，有2种人，一种就是伊要准备将来，
伊要听候将来，伊要到为明仔载祈祷，伊准备好好势。兄弟姊妹，把这个故事记起来，成做一个有准备会晓计划的人。因为伫这个所在，圣经安尼讲，伊讲有10个在色女，因要陪带，要迎子新家婿，这其中有2种人，一种是有智慧的，会晓为着将来准备；一个是安怎，清清彩彩，要陪带也无穿，衫嘛咧拢落个毛拍安尼，无体面。搁再伊所大的定安那，伊讲独迄个有智慧的囡仔，因除了赶迄个灯笼以外，因搁炸一罐油瓶，迄个油炸掉咧，因为知影到半暝有当时这个油时间歹炸，若无油安那？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咧甲咱讲什么？伊讲有准备，伊讲变遐个变的人，就是讲准备变的人。白话字翻译讲，遐个变的人，伊基本上应该安尼讲，就是讲遐个有准备变的人，就甲新郎做伙接迄个新生的上帝国的宴席。伊就参与迄个国宴，参与迄个极其荣耀的即个礼典，伫迄个中间。咱来看，伊最后一句话讲，门就关起来，机会若过，就无搁再有机会。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最重要，伊要甲咱讲的就是，伫你的人生中间，爱因为信仰，你爱做好的思考；伫咱的人生中间，咱爱有准备。白话字的圣经讲，你着爱张持啦，张持单话你敢听有？真正听无？张持就是讲头壳皮顶较暗的。爱张持就是讲你爱有注意，你爱留心注意。张持的意思是这安尼，张持的意思就是讲你爱为你的将来人生爱有所准备，因为有价值的代志要伫你的人生中间来发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真正白话字我无学白甲咱读的，马太福音25章第13节伊讲，所以着张持啊。张持的意思是讲，明仔载要考试啊，你着较张持、较认真、较精英一点，哎，有注意。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囡仔，战战兢兢，伫上帝祝福的中间，因为迄日、迄时、迄日、迄时，若临到，无人知影。愿天父上帝祝福兄弟姊妹，伫咱今仔日的中间，咱甲上帝讲，我知影。我知影，亲像摩西知影；我知影，亲像保罗知影。即句我知影是保罗所讲。我知影怎样过颂扬的时间，我怎样过会众。我知影饱的时，我知影枵的时。我凡事老练，凡事老练。伫心中情景，我拢有法度活落去。求天父上帝帮助，所听的姊妹着警醒。这是第3个祈祷，伫咱的人生中间。着张持警醒，因为咱毋知迄个时阵，什么时阵要到。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脚伫地，咱伫今仔日，咱拍开咱的心门，甲主祷讲：主，求你赏赐我智慧，通知我家己一生的年日。咱做伙来祈祷。活命的主宰，天顶的上帝，至尊至大，愿伫你的面前恭敬祈祷。求天父上帝赏赐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同心追求、同心学习这个真理甲信仰，阮同心伫你的面前，为着家己的性命，求讨你所赏赐活命的智慧，祝福阮张持伫阮的一生中间着行的路，着做的事。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降临，亲像日出的光，哪来哪光，直到日中到。主你阮真多。有智慧的这个在色女，就亲像有智慧的速度共款。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个耶稣的圣名，阿门。
听这是来吟圣诗336首，天父在我一生共吟，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来用这个诗歌来互相请安，互相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听，踮伫咱的生命中。咱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愿主的听踮伫咱的心内，愿主的听踮伫你的家庭。你是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行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求你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听你话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所听的囝儿查某囝做伙自执，进入你的圣殿，也伫网络的顶悬，愿伫主你的名来自执。恳求主你的圣神为雷，互阮真侪，互你的听所怀抱的囝儿，也求天父上帝你施恩赐福，伫阮中间，特别有欠缺、有软者、有病痛、有看路心中有郁卒、有重担。求天父上帝，阮中间见了即句祈祷的诗歌进入阮的心的时，愿主你的听就亲像一股力量，是妈妈的手。老爸的手来扶持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听的中间勇壮坚固。专特别将阮中间老人病痛伫患难中，伫病痛软者的时，我们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恳求主你全然的稳定，甲全然的医治，互因的身躯会通得到透放，得到医治，恢复健康。都来到上帝你的圣会，伫亲人的中间，伫教会中间来见证上帝你的恩惠。主啊，嘛恳求主你保守阮中间，世所老人年老倒床，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天使，你的圣神就甲伊撒甲地地，互因知上帝你无弃杀阮，伫任何时刻，主你甲阮同在。阮将阮的士大人长辈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主你保守阮教会每一个士大长辈。互因伫因的年日的中间有上帝你特别的恩待，互因伫上帝你所享受的即种听，甲受人的尊重、尊敬的环境的中间来过因的一生，也将上帝你所予因的即种稳定的话，让讲互囝儿孙得到智慧甲帮助。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三甲地地，互网络顶悬咧追求上帝你的人，求天父上帝你互因伫阮的直播的顶悬，因嘛会通得到上帝你拍门，主耶稣进入因的家庭甲因的心内。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来欢迎伊个演传社吼。演传社甲即个牧尘甲即个阿母应该是坐伫咱的副堂，借助这话甲你先坐伫咱中间，咱真欢喜因倒来吼，对台中倒来，咱做礼拜吼。咱来为即礼拜生日敢有人生日有人即礼拜生日，请恁来头前。Daniel， 你别安娜。I'm sorry, Daniel. We will pray for you. Please come forward. We are so sorry for you. We pray for you. What happened? Hot oil. Oh, really? Hot oil? Hot oil? Yeah, hot oil. Oh, I'm sorry. 你看这咱这祈祷吼，要烫伤了吼。
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we will pray for our brother. We're asking your blessing and your mercy and your healing. You give your children the whole holistic mercy and holistic blessing. We're asking you take care of his arm and until the holistic healing in his body. And also we pray for your Holy Spirit among your children. Allow him without any worry and any scare. We're asking you company with him until he's totally healing. We pray in your name. Amen. Please. 咱来为遐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为生日的人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主伫阮中间，即礼拜生日的兄弟姊妹，因无伫阮的中间，我要恳求主你听阮为因的祈祷。阮为着伪装，为着曾某寿，为着毕业，为着彩鱼，为着穷章。至圣的天父上帝，你是稳定的源头，你是阮的瓦靠。阮特别将这个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恳求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主求你的圣神进入内心，互因得到智慧的灵，会当算数家己的年日。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帮赞，互因伫过来365日，每一天会当手捧救恩的杯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主嘛为着伫网络顶悬无甲阮做伙做生日的祈祷的兄弟姊妹，若有人伫即礼拜伫即个月的生日，恳求主你受恩祝福，互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为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请师会来报告。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就是礼拜日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拜三8点伫教堂，查经班早起9点暂停，暗时7点半伫线上。圣港服侍，下礼拜诗会请张世昌执事领诗，陈玲凤长老，司琴请陈美秀执事。书宪交代刘医生甲郭依玲结束，爱餐尤雅丽姐妹，新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来灵修。集体沟通，拜六早起共读大卫包山新约纵览，牧师有3礼拜的外部服饰，4月11、18、25连续3礼拜暂停。这3礼拜暗时早经真理甲性命照常举行。第2总会有2个重要的会议，请代祷4月16、18、2026台湾普世论坛，4月21、23第71届总会同常年会，请代祷。第3个月节后。迈向圣神降临节5月24，鼓励兄弟拍开心门，迎接圣神充满，呼求在座清气的心，重新拥有正直的灵。第4，请为以下生日的兄弟代祷。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错误按过个更正。代祷事项。第1，为心身欠安的兄弟以及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代祷。第2，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课业升学考试代祷。第3，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代祷。第4，为出国在外青年刘一鸣、林玉轩、刘玉金、陈云金代祷。以上。这是来吟圣诗507首，应跟归圣父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吟诗煞，请牧师接导。
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